前經金句，句句今日照一句。好開心啊！老友記早晨啊！新加坡嘅大選呢已經係完成啦，結果係點呢？大家都睇報紙就知啦。各個嘅政黨呢一定要收復激動或者收復失望嘅心情，繼續為新加坡嘅未來嚟努力啦。真係要放低一切嘅仇恨，面對將來唔穩定嘅未來啦。我哋啲老百姓呢就點呢？我哋豬腸粉照食，舞照跳，馬照跑，個 B 個雙照飲啦。一切就恢復正常，繼續努力為新加坡嘅未來嚟祈禱守望啦，係咪？好啦，今朝早嘅金句係撒母耳記上30章第6節 B。 大衛卻依靠耶和華他的神，心裏堅固。撒母耳記上30章6節 B。 大衛卻依靠耶和華他的神，心裏堅固。琴日呢係我用呢個教堂全職牧師嘅身份呢講最後一篇嘅講道，就特別講到兩個君王嘅強烈嘅對比，一個係離了神，離開咗神，心就變嘅掃羅王，一個係敬畏神，人就正嘅大衛王啊。好明顯嘅，從呢個文學嘅角度嚟睇呢，兩位係地上嘅君王都係強烈鮮明嘅對比啦。從呢一個強烈嘅對比中俾你睇到正面同埋負面嘅不同。你選擇係點樣嘅信心？你選擇靠近主你選擇敬畏神，你係唔會蝕底嘅。今句有一個背景就係大衛在好緊急嘅時刻呢，佢已經係身心靈好疲倦屋企人都俾人捉，俾敵人捉晒嘅時候呢，咁嗰啲鄉村嘅人，佢哋自己人呢，就周圍呢去怪大衛嘅，怪大衛冇用嘅時候呢，大衛又唔知道佢嘅屋企人被捉咗去邊度所以大衛呢而家承受咗好大嘅壓力嘅時候，大衛從一個角度可以放棄，大衛可以算數啦，唔撈啦。但係今句話，就算大衛面對好大嘅困難，大衛依然今句所講嘅呢個大衛卻大衛卻呢個卻呢個卻就係一個唔一樣嘅表現。大家都去買100萬嘅馬標，我老友記因着主嘅緣故，我卻唔跟住買。我一笑自知，唔受影響嘅卻字。大家認為唔使依靠呢個上帝，唔使敬拜真神，但係我哋啲老友記，我卻依靠敬拜耶和華我嘅神，我卻相信耶穌係我嘅呢個生命嘅救主，我嘅神就會堅固我嘅心。咁呢，呢個卻就係一種信心嘅表現啦。卻就是一種信心的表現，信心嘅宣告。我卻信靠主耶穌，阿們嘛，哈利路亞。掃羅面對呢個困難呢，佢就即刻就放棄呢個上主啦。大衛呢面對困難，卻信靠主，卻信靠主，尋求神嘅帶領。呢個就係信仰嘅挑戰啦。你一定在基督嘅信仰當中呢，就越嚟越成長，越嚟越成熟噶啦，明白嗎？就算我哋老友記好多嘅病痛，就算我哋老友記身體係好似越嚟越差，
但係我卻依然信靠，我卻依然敬拜我嘅主耶穌，因為主耶穌係我嘅真神，因而耶穌依然係錫到我窿晒嘅神。我信任耶穌。親愛嘅老友記，你信任耶穌嗎？你信任靚仔牧師吧？你信任你嘅仔女嗎？你如果信任嘅話，你就會去同佢建立一個好關係噶嘛，係咪？信仰上嘅信任或者你唔信任就係好鮮明嘅對比啊，就好似掃羅同埋大衛一樣，結果呢都唔一樣啦。結果就係唔一樣噶啦。掃羅同埋大衛到最後嘅結局就係唔一樣。掃羅就係咁就過去，大衛心佢又正，人又正，就唔一樣嘅結果咯。好啦，我哋嘅老友記，希望你在風雨中依然信靠主，在好多人冇人相信耶穌，我卻尋求神，我卻敬拜耶穌，我卻信靠耶穌。這就是我哋老友記嘅信仰宣告，係咪啊？好啦，今日就講到呢度啦，拜拜啦。